那个回向，当然是我说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做雪山事情，任何的雪山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前面有就是动机，一定要纠正改善自己的动机。他进行的部分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仪轨或者法本里面所说去修。最后就是我们就是回向给众生嘛，这个就是我们看个人的能力。你为了什么？为了自己跟他人所有的人，下一辈子得到人各天道的果位而实修这种的法回向给什么什么的，回向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像是一个转折点，它就是转化把你的就是质量就是转化成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你今天拥有的福报，回向给为了希望就是为了将我得到解脱的，对不对？回向给解脱的话，那就是这个因素就变成一个将你得到解脱果位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前面讲的，就像是一个转折点一般的。那我们就为了得到成佛而回向，这样的话，它也是将自己得到成佛的一个因素变成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就像是一个转折点一般的。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格西肯波，我们就是比如说用词这样的，如大海一般，看着这类格西讲过了，你没有翻成中文，如大海一般的，非常的深广，如大海一般，如须弥山一般，非常的坚定不移的。因为应该是用词这样的，多多少少去运用的话，你就是越来越习惯，越来越就是传习这样的，人就是会跟着习惯走。那这样的话，你的口音也好，所以就是智慧也好，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用词遣词上非常的流利。那这样的话，就像听的人，就是听的人就是比较悦耳的。那很好，现在我就是班里人讲这样，所以我各位讲说多多努力，这是真的很好的。所以我们台湾来讲，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学习的地方是真的很缺乏。如果你看我们就是学中文不缺乏，哪里都可以。街上你随便就是跟谁讲就用中文来跟他讲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佛法的内容，非常的深奥，还是有对汉藏对照的这么好的一个有秩序的这么好的一个教材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或者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这么很好的一个机会，不要我们就是虚度自己的这么好的一个就是机会啦，或者时间，这是很重要的。我的建议了，谢谢大家。